哎呀，槍，我寫無蛋，寫無蛋啦，我自己槍，我打個。我早晚用嘴嘅一個 special edition 是吼，槍家己槍。咱聽到，那是我講嘴槍嘅來講吼，就是講，咱買單，個阿未買個特別食話，無買單是啊。槍，噔噔噔噔。你去買一個 symbol 了 ，so that 你 head standby 掉，那是講你 system fail 嘅時候，你使 manual 槍。我有。係啊，各位聽眾，各位可能到呢時聽邊好見嘅節目，即係呢禮拜 emergency programming 查出嚟，就係你定咗兩ปี過已經有攞，特別兩部聽到啲節目個，因為兩真講搞土嘅人啊，無驚輸嘅人啊，當今兩聽到這 episode 時是春16日，嚇，個16日到 registration 就了啊 ，I means 你驚輸嘅人呢？就已經未斷咧，所以感謝人冇驚輸人。然後你人阿未未斷人，後尾去 register， 我特別擺聽到我第一 comment 嘅拄到嘅啦，就是人講，哎呦，我冇聽到喎，我唔知喎，特別我成時可能 warning 就係這年啊，這年啦，就係這月節咧嚇，所以特別我們是希望人等春節阿妹這兩禮拜較嘅，我們是去買單來參加咱邊個福建做老作，慶祝20周年是真正歹趁到嘅只哦，20年嗬是真正老作，20年啦呢，一人嗬做只嗬啊，你肯定南西佢講講隻物件，佢講我想就做只 program 嘅物件，所以你人特別會記來啦嚇，你肯定咱個自己講技術嘅物件，就是哇，唔是阿韓本來喎，你話阿韓先。阿涵啊 Hello， 哎呀唔對，阿涵 ，hello， 阿涵哪知阿涵就嚟，阿涵個有等陣介紹嘉賓特別嘉賓先，咱嘅特別嘉賓咧，就是咱嘅老趙無毛病歡迎。Hello，大家好。歡迎，แล้วก็有即係阿達歡迎。Hello，個有無毛病歡迎，哇，無毛病嘅水啊，感覺啊，安真係水啊，阿龍，你笑誒，你 picture 成隻明嘅呢，隻青嘅呢，你邊個骨骨，你冇開過，幾聲，你我唔是無毛病，你都無毛病，你叫我打嘅啫。我叫你無毛病，阿龍喎，我講阿龍，你叫我無毛病。sorry，阿龍，我想一條 D A 哦。我本上講我是老毛。老毛過嚟，我是老毛啦，阿龍歡迎。這條 D N S 會幫你 promote good 嘛？是我全部。冇，你對 email 嘢，你學到後你講，你對 email，你去看你學到嘅 section，我教你按照 email 啊。你係咪感謝啦？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歡迎อาหารก็เป็นไร係咯，是咯，冇嘅。哎呦，你話一頭死你講起，佢再死你講起，快咯，未嘥咯，未知時間嘅。哇！即係 retrench 落班嘛，都睇見即係間嘛，你都冇時間嘛？你是話落半頭落嘛？你是話落半頭落？你都唔把時間過。揾光，冇人講第二 company 咯。嚇！你講冇，你講，咱一年咱一兜佢20年一兜，我都總講咩講埋先慢慢去吹啊！死去，咱一兜20年你看拍頭。咱公司每做咩做 absent，啊你估我講 volunteering 嚇，做咩做 volunteering？Sorry， system 嗰隻斷去啫。Hopefully YouTube 俾人我聽到我嘅驚。我係斷去啫，我係 system 啊，我只自擺啊，我只特擺有考幾槍嘅。glass 拍上過聽到我，成個鼻啊嗬，glass 拍上未聽到我。哎呀，是我驚啫。YouTube 人過聽到嚇，過聽到我講話 ，hopefully 會啊嚇。哎呦 ，OK。YouTube 人冇人見喎。OK。會啊。
哎，驚就係我 system 同我一隻斷去啫，我嘅驚。แล้ว我個要講咩？哦，OK，anyway，介紹咱 Clubhouse 嘅朋友先，Clubhouse 嘅朋友是點咧？Clubhouse 嘅朋友是南西，歡迎南西。大家好，南西個物件要 announce 咗兩天，但聽台啫。แล้ว個別使講變起來，甲我講伊我無聲。我是到了南西呢，可憐南西那邊講嘅無聲。佢講佢爽係呢度一定講就叫路人就。嗰個講我是美人，你講400講晒你。冇聽到你，按照冇聽到你。係咯，就所加講咯。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ก็กับ of course 阿龍同條平啦แล้ว我俾個人講嘅就是即係個春10日節然後就俾佢買落嚟單10日節就變成少過3禮拜咋我俾就禮拜環湖浪啊特別我 try 啦之後咧即禮拜個禮拜環湖浪แล้ว後尾是冇法度啊是到讓自己執生啦嚇讓自己冇俾當都冇學啦嚇10月1號後尾一節會記10月1號แล้ว當佢唔知佢人嘅話題แล้วเรา等陣我俾講嘅就是有幾個人 message 我講哎呀我唔去啦我唔捌人等陣我我學人無論所樣你咪講講咪講咧阿龍按照咪嘅人講嘅人家別想講哎呀我有企人排。我講只真係，如果人買嚟is OK 嘅，就是講人 at least 人俾3條單咯。係咯。唔係我愛人嚟，冇嚟人人俾3條單都 OK 咧，我都 OK 啦，因為我係食嘅最貼線嘅嘛。等陣我俾佢個講，個啊 on their behalf 嗱，擺一擺曬就個 on their behalf 你嚇。個我有啲定一條單下路啊，個那是你聽到你來就對啊。underage promotion 嚟。under 19嘅 promotion。我係記得special 嘅。第個我 already 已經有單下路了，所以你一頭來就對啊。我 book 下路啊，若是講你未來本好你就了。我預備嚟就要考慮咯。預備嚟就要考慮咯。唔係啦，你即就俾佢逼，就俾佢見到學100，好冇乜 back，咁你即係你講 hello 喎，即名啊，即係名啊，是我未記小姑，誒，你來，你冇來 ，Spencer Wong，是的確嘅啫。咪是，意思到底我到底即係跟你 Plaza 讀到伊叫我拍攝名啊。Spencer Wong 都名去啊！嗱，即刻讓看到咯 ，Dice Family 特別來支持個 support 變嚟學見對人哋，伊來啊！跟你講，大家人幫學車來啊 ，OK？ 嚇，時間將聲歌嚟將聲歌咧。誒，安怎攞嚟使嗰啲咧？Can hear us 到底係已經出咧嚇，係嘛？我都未過 live 嘅，係嘛？Not yet start。哦，這是 before 是，因為才 start chat 咧。哦，OK。OK。แล้ว所我就感謝人會來人啦，所以這裡保持就俾環湖人安怎會起來參加。等陣我看佢已經來，我會讓架佢無來，歹勢講買來人安怎過嚟人叫人來。Clubhouse 人喺度講。我講。OK。你講嘅話叫，你講嘅你先。乜強㗎？我不斷都掉嚟強姦㗎咧。一模多。乜強㗎？你個白係咪樣是派事？應該我唔捌人，所以你聽講食了點咯，特別熟悉啦，是有人除咗講話，因為咁樣，有人除咗講話。你就看到這是南西，這是阿龍，這是冇白，這是阿達，這是時間嘅阿涵，你呢度是講話。聽到我係下20年咯。這是93字。這是攞嚟使看到，所以你人來嘅時候，讓大人有一個去 dinner 時啦，人講 dinner 都係咪講落一個？你去 dinner 時，讓有一個 name tag 嘅，所以你看到就是一句嘢。
咱明個咧出到啲黑病嘅，所以我要做咩準備10個以後要教人講，就是較早我會準備攞嘅點得咪個咧，你是攞嚟單嚟 ，OK？就咱 convention 咧，咁樣講，然後你嚇，都10個以後時有一個 briefing season 嘅，係咪 briefing season？如果10個以後我都 briefing 嗰邊，念得就你念的是迄種你阿咩啊？是迄情調你看。情調嘅，情調啊，只係擺啊，你快教到你先酷嘅。情調嘅 office 情調嘅 office 啦。對。OK。So，咱來 OK，來當今了個有 OK，當今個村唔知是7個位還是8個位嚇，是因為我是。我 OK，so 我嘅 goal 咧是50人咯 ，because 我 minimum 是50人嘛，所以大家 goal hit 咧啦，貴50人啊，特別我是希望，若是講有興趣來，人是講你是為咗買來是為咗你，無你買來是為咗你行歹勢來講唔通歹勢，因為你一去甲迄邊遐，你會感覺到很死成個哇捌咧朋友嚟款咧，因為 even 你平常時唔捌拄過人啊，你覺得歹勢，尤其是你家己一人嚟講嚇。特別我叫人 message 都冇 message，但係攏是買來啦。所以這禮拜講了，我就咪講啊。乜只強㗎？我是驚講，特人是 privately message 我講，哎呀我買啦，我唔捌人哦，家己一人，安尼你去搞都真係朋友嘅 ，OK？了個有，啷咧別人大家做嘅嚇，貴到頂一個到頂㗎啦。嚇，對，我一人去。我誒特你多頂貴氣啊！到頂到頂過台我諗嘅。當叫我個 pass 你淡薄 activity 咧，個即係做John，你講，你 pass 係一個到頂好啊！即係你做咩？哦，做咩事？做咩事？到頂？你講嘅。可能大good啦，哎呦，你這樣咪大家你超愛，我 double charge 咯。免做緊啊！我老實講，學女咧正 cash massage 喺大10塊，學女第15分鐘嘅你嚇，10塊第5分鐘得咯嚇。10塊第5分鐘係咪算唔得咧？但係得累嘅嘛。แล้ว等陣個有會看人別人到底 Zoom 係邊個人？你有係咪叫俾成 encourage 人，叫人講免歹勢哦？阿達我都會頭一擺阿達，應該是哦。哦，特別我驚我可能袂去哦。哎呦死！唔要緊，你安尼等嘛，到個10點嘛，你 late 嘛唔要緊。應該那 OK 啦，應該 OK 啦。落 email 啊。錄音應該會啦，應該會。但阿龍老椒呢幾年啊，所以應該是會想，可能就係講頭一擺來教嘅人嘅心情，安怎甲人講免驚。我哋有件事有物件食嘛有啦，有物件食嘅話，基本上是冇問題咧。我拄過呢幾年有物件食，絕對是冇問題。哦，對，你看出嚟就冇想嘛？嚇，有你人這邊借料嘛，跟人講話，哇，歹勢嘅意思，有物件食就冇想誒。對。我是แล้ว有咩只嗬，攏去 ，OK， 所以你特別報，I mean 你來時你特別貼你嘅單咯，你嘅單是 name tag 來清掉嘅，所以你特別有 name tag，你該使去驗嘅只 ，OK， 你 buffet area 時候有清 name tag。我覺得就係未記嘅單啊，我講，未記嘅單冇唔記只咯，係咪是未記嘅單啊？你是講，你就是一本係單呢？安怎本單？你若是拜個名來嘅人。你愛剔掉，你做隻剔起，你就使夾掉。你驚你會袂記人，你就留個拜六來 dinner before 接 dinner 嘅時，你去 registration 你剔你名。嚇！所以我嚟面我係掉啦 ，because 我唔是講50人，咱50人，I mean 50幾人，是。50人就食大了。咱嘅安排嘛。會使開會館了迄陣時。所以特別我講就派談嘅做夠咱20年哦，所以你應該特別考慮來 ，OK？ 坎坷考慮來，甲人波人啊，南西門啊，邊條路來啊，所以你特別。對啦。我哋吉隆坡差唔多100%咯，就嚟㗎了就。嚇是啊。差唔多咧，我 KL 嘅差唔多有啊。話後係 can 係咪我唔知啦？489我唔知我妹。489冇 register 個。
无啦，无啊 register 过啦，啊可能 last minute 啦。哦，好啊，你看，嗱，即個在基本講，傾班講，I work half day terus travel to Teluk Intan dan Penang，哇，感謝支持，因為真歹談呢，你知我老實講啦，我唔知幾時個要做過即大傾節啦，若是講有本事衰掉，即個去買卡，想做個單呢，我甲做，不到時30年時。個10年後，若是講我本事做，但是我冇掂過，所以我就做這節目。OK， 做這個30年傾節，冇嚟講就是真很開啊！咯有機會來人咩來 ，OK， 來講假數就只能 order iPhone。我講起你 photo book 嘅成啊，對，成講個八嘅 activity 物件先啊。OK，我拍算咧做一本冊。學阿 John 一本 photo book 所以就是學伊畢業嘅，近排有畢業。喂，使死超啦，鍵盤。所以你看到我 Clubhouse 要 post 一個 link 是唔是？即個 link 咧就是學你去幫小英入去即個 Google document 裏邊嘅。then 所以你看我做啲 sample， 我做啲 sample， 你看啲 sample 就是你小英，你甲你 collage 啊，你做 collage 你看到有即個基本資料啦，了差點仔本資料，你看到佢哋 sample 就是小英，了甲你拍字，甲啲喺啲小英裏邊。OK， 所以搞了 Google document 搞了人學用啊，你自己啊，你個記得經一邊啊，係你小英係你拍你 message 上邊學話啦，係拍 message 學你，咪講條字咪可以拍出來，搞了是放啲喺啲小英讓 upload 喺啲小英學話就會啊，然後我就10月小尾日是10月11號，然後我11月就教學 supplier 做咯，然後 print 本出來，print 本出來咧學你是到時往電腦是看到讓暑假咧，我就學你 supplier 嘅電話哦，你係你係 order 本。咁所以你人就到時 contact 喺你supplier，叫人直頭 print 學你咯。你 Google document 是你自己 link 嘅時，你到上一隻 page， 你睇隻 page，係小英摸佢哋幾 page 是唔是？你 upload 你 upload 夠了，我寄夠了，你出來我教學，係你係咪咯？一 tablet 你嘛？你layout 樣是做笨笨嘅，都是按款做印啦。應該是有幾難你 layout 嘅，所以我看。哦，所以要上 template 你看你嚇。template 嚟㗎 ，template 嚟㗎。所以小英有件事講，小英加字是放啲正，你唔係講我放我邊下本，你話啲家機是放啲家機，然後嗰時我放電部鏡啊，你講啦，即係 sample 啦，所以你講我唔係小英，我跟佢搭字，下本特別搭字咧，你本時搭了你 screenshot 出來，加 upload as 小英咯。或者我使係 link 到啲人嘅即 show 有本啊，嚇，嗱白人睇到人，即係 link 會使最愛做本嚟啦。最愛做蝦米？聽有人都講嘛，有人歹勢嘛，唔敢嚟講嘅嘛。特別伊個上來講我愛 participate 愛留喺紀念冊，即係紀念冊安尼看下。我畢業嗰時我南西啊，sorry 啊，我冇 understand 啊，so 你佢哋 link 未？我開咗 the document， so just just add on OK。add on 呀 ，OK。咁你 upload 我，按照 upload 你看到下口有一個 pencil 嘛，咁冇？你訂迄個 pencil，訂迄個 pencil 你看到。我看到咗啫，南西。你會看到，會看。你為我看，你為我去訂到啲訂冇？我會 link 到度呀 ，WhatsApp 會啊，定之你叫我 WhatsApp。我 WhatsApp 本是會。上啊。Clubhouse 有上嘅，所以你訂了迄個 MB 嗬，你看到一個字啊，看到有頂面有一個字啊。OK。你訂迄個字啊了嗬。你就看到 upload image 迄邊甲你 upload 落去就會了。OK。了個，所以這個啦是做這個啦，了個有我本愛甲人訂顏色誒，so because 我愛啲往啲 dinner 迄日啦，我安排一個 surprise 互人本我來食物件，特別是即訂物件咧是幾類本不要緊，5塊不要緊，50蚊不要緊，500蚊不要緊，所以人是訂啲即個本來福建 page 內邊唔是有一個e-wallet 嘅 QR code 咧，人訂啲邊個就會了，所以我到時人會去寫寫迄個亂號嘅 note 啊，迄邊甲寫 photo 20，因 note 寫 photo 20，安尼看就會啦。所以到時我愛水
我的水物件 for dinner 迄時啦是something 安怎講啊？安怎講啊？something like 咱會 participate 緊了，個會收掉咱嘅紀念嘅。真歡喜物件，收到紀念物件，一套老紙物件，咱個會收掉。了，你是講迄是另外，若是你有興趣的，了，你是，就算我要請一個，安怎講啊？你是要 hire，你要請一個迄個 special 嘅物件來，要訂2點鐘。我去睡一個物件嚇。你個賣價嚟講係咩物件喎？但係呢行嘅特人不特掉會 participate 哈，對，阮就留住了，佢會紀念了哈，所以你入對厝嘅這行嘅，你入哈，咱這個物件咧是，你若是有興趣愛嘅地緣鬥下手，和迄個水嘅米類呢，你都會使去嘅地緣，你用邊個福建嘅迄個 support 嘅 link， 我係到啲 show 會看。可能是講攞愛地緣嚟講，你會使去，即係擺攞地緣學玩嘅時啊，攞用 touch and go 嘅時候，還是用別啲 touch 地緣嘅即係是即係度呢 page， 攞嚟 support 嘅 page， 攞嚟使訂，你會寫你 note 上面嘛，你用寫 photo 嚟啊，寫到啲 photo， 所以就係講即係 for 即係，哎呦死啦，都講 photo， 有啲 photo 嚟㗎 ，photo 其實。特別唔是 photo book 啊，頭先我講即係，see confusing 即係 link 嘅 photo book 咧是已經喺你類我已經是 first round first batch， 我已經是收到對嚟嘅即係類㗎啦。so 白佬即係是 second batch 咧，我是收學迄節水物件嘅，我係水產物件。see confusing， 你會講白你面啊？因為我白佬落行嘅。extra 講 extra 係 extra，哦 fun 係 fun。fun 啊，係 fun 攞嚟 note 寫 fun fun 啊，留住 fun 啊，你都係 fun 咧，我就就係講這是隻 extra 係 fun 嘅，能做嘅是隻爽嘅物件。所以我南西我開到啲尺啊喎，你喺啲尺啊，喺你唔是尺啦，喺你是bằng小英接片嘅，好啊。哦，so 哎呀，我看到一個啊喎，我看到阿達嘅啊喎，阿大bằng咧嚇。我所你是一邊那邊係了，依家嘅下邊係小英啊，係自己一尺，即唔是一尺嚟拗，所以人放一條小英就要。那是你係字，你字就俾到啲小英嘅南邊嘅使嚇。有地好。哦，我去嗰啲 page 上看啫。呢，所以人去咗 Google Map 唔是 Google Doc 嘅 page 嘅 link。แล้วรู้ตัวแห่เนี่ยแล้วรู้ที่เสียเนี่ยนะโอ้เจ๊สิกุยเตียว嘅時候應啦所以แล้วใช่ก็รู้ไปแห่嚟講เจ๊ตะกากีsample นั่น有 sample 好人看這個細漢嘅OK 但係講落 IG 攏係到啲小字南邊攏咪係到啲 Google Doc 位所以攏做小英特別你總之是係小英就對啦，但是你愛字你成係字就對你小英成，人哋你拍字就證明就別係是而以小英嚟做尺，對唔對？對。你別成講正你個拍字，你使你會做笨笨啲字入去小英入面，你看下所以你算係是。是你是你講我唔知安怎做，而且你 WhatsApp 就會做啊，你 WhatsApp 哦，你夾隻小英出來，你凊彩隨一個人會 check，I mean。開一個 check 啦，咁無加，像你甲我成班嘅加名成班嘅迄個 check 裏面，你開一個小英，你愛本地網是頭先嘅嘛，小英咁無，特別你會使綁 sticker 啲係小英嘅嘛，WhatsApp 你迄邊甲拍字咯，拍了過後你 screenshot 起來就是會啊嘛，是你說講你袂曉安怎愛綁字字去 ，WhatsApp 就會做了嘅，像我這個電報鍵不是 WhatsApp 做嘅。真係大誒！OK 嚇，所你那是係了佢哋 fun and extra fun 係希望隨着你物件到啲人 party 下邊係用嘅，OK，人 party 下邊用咧係有紀念OK 啦，你講你 Zoom 嘅人一邊嘅線嚟嘅。我應該都除掉你，都注意掉做我睇你 picture 嘅。
啊，想，了，啷个有到底这个OK，了个咩啊？咁西，无了，是甲了有钱出钱，了无钱本是出钱啦有讲无你你唔要紧啊，有钱出钱是搭下手，人是无来甲我己贴哈是哦，咱拍无咯，无做啊，无啊，买插样啊咯。无咧，我地去啊我嘛，是所以咱咪是有地做，OK 啦。感謝。然後 OK，當然咱講啲行書嘅時候，行書誒話題，就這樣有 order 這裡，咩咩？就這樣 order 新嘅 iPhone。冇人 order 啊，咱冇人行書啊，冇版冇啊。真正真呀，我年頭嗰邊有十啦。我等 menu。哦，得佢清伊誒， 20年嘅，伊20年 anniversary 嘛。阿 John，yang 國嘅貴啦，咱美國嘅 same price like last year，but 伊人係較貴。哦，因為我聽講十幾清啊，咪將十清啊，我攞嚟掟喇叭嘅。喂。無啦，你咪想看人買，你咪是買價錢咪就買看你買得一粒啊，冇可能看啲貴嘅一粒先。我long就係講夜小影視人哋關係嘛時候。係咪先？你是你 iPhone Air 啊？你是講嚇夜小影視人哋關係嘛？嚇，全世界嗰啲是人哋關係嘛 ？iPhone 哦嚇，對對。國語冇嘅咋，國語冇嘅。Because 是超壞啊。因為伊人辦當之類物件。國語就辦當。哦，超味。全世界近係國語冇佢自己手呢。等我去吹 Apple.com。依 website 嘛，但係是有佢哋自己手。 South Korea website 係咩啊 ？South Korea。你去 South Korea。 Apple 你吹國語就使啦嘛。你 /KR 嗰上面嚇，等陣 KR 係 automatic 嘅。KL 係咪？跟你同我講，伊即係咩？伊 Korea。怪難嘅啊，唔是喎 ，Apple.com， 等我去看看。Apple.com 了，伊 store 是按照換去唔同 country 啊。South Korea，你去阿龍你去啫，你同我講 URL 上面 ，because South Korea 我等哦，嚇等啊，你跑啊，你 zoom 你搞了，我去看。我知就是行書嘅位，就是阿趙西啊，安尼關係。誒，這是 store OK。對。裝 click 上面，哦，哇，sorry。即係嗱，這裡 iPad Air 唔 iPhone Air，iPhone Air 一部佢哋自己家裡呢，做咩數下龍都解釋啫？樣板凳嗰啲。板凳你意思就是有意思係咪嘅板凳？怎麼樣就好啦？要 console。Korea 啦，打波蘭州地。哦，有。所以樣安尼款做咧，可樣係幾行嘅。哦 ，gesture 就是講gesture 啦。所以我看到新聞講，全世界隔了有佢自己手嘅咋。哦。但係 Korea 冇佢自己手嚟啦。哦。你看樣隔了，我第一我自己隔了看樣 iPhone 咧，隔了佢自己手。冇，佢就小 A， 伊冇佢就小，伊冇做 BB， 伊冇做打拍環嘅 BB， 伊做係跌嘅。伊拍環 BB 是鋪掉嘅。哦，得啦，我冇看到，真嘅。得啦，我未看到。伊 horizontal 我都冇看到 horizontal 係邊本啊。冇你就會去看，這裡是即是。正對，伊冇手，對。咦，你講我唔知喎。我都 short 掉你手機。伊個手係手嘅，隔了有手嘅時候，因隔了是冇手嘅。伊隻 gesture 冇人寫冇數格啦。都有人走去咗。韓國 ，except 你用手劍有時比較幾時，佢哋落去家裡人喺呢部。哦，喺落去家裡是做嗰時候，叫地嘅時候。對。伊是咁冇數格，因是 you sure 伊是可能是你講笑呢？唔是我講笑呢，所以人正是板凳，人講叫叫地。所以人買人。我唔知，特別 actually 冇人是講冇人嘅時候就喺呢面嘢啦。特別 because 伊有一個 I mean culturally 人冇數格啦，講呢邊有時講會 hurt 掉佢哋 market 啦，我唔知啦。可能。有時就講，哎呀，人買嘅時候人夾走熱。
哦，但係你講好笑 KR，我就拍 KL。 KR 好笑哦，這裡哦，但因為了哦，好笑係我唔知。OK，嚟咪講 iPhone，我是講拄好行書是，你講一句人是唔是隔了人冇行書，無相嘅地步呢？人行書嘅地步無相。我行書代表無類買咧，安尼貴。即 So 是， expensive 特別你咧。買得一個，你買得一個，你想買得一個？ Pro Max 1 Tera 啦，7000做咩事買？百你翕你這 video 咩？無啊，因為我買一個電話用誠久嘅嘛。哦，所以你買最好誒。誒，你買買咧對啦 iPhone 古膠底啊？唔係啊，有笑。你買但我特特啲咁平啊，我表。KKCD 喎，先咧，到底 Malaysia iPhone X 叫做 KKCD。個古膠底 iPhone 都買啊if 人送我係啊。特別你用先特別安尼喎，記唔得是？Hello，記唔得話先特別安尼。諾基亞哩，得了。個有把項物件咧 ，OK，so 讓 order Malaysia 有睇 order 成個講，我唔即係應該冇白菜。Malaysia 咯 order 成個新嘅 Apple product 啊，一路出新嘅產品，了讓 order 頭一節收到嘅有。我愛買。當然 iPhone 會使啊嘛，係啊。sorry， 教授冇見細漢你都講咩？我 interested 甲伊 AirPod 咧。哦 ，AirPods 3啦，我 order 嚟。order 啊 because 他們說我 AirPods 1嚟啊，我 AirPods 1啊，我已經派啊，一多手柄我就聽嘅時，伊個裡面嘅 vibrate 呢，零嘅聲啊，就派啊，你當嘅，要啊，我係本事，你本事你看啊，哎喲，一隻我哋咩聲？安怎你看啊？應該冇 recall。了，就是學你知講買新嘅啦。買，買 translate 嚟好買。北金啲嚟哦，北金啲有咩哦？我啱講嘢買後啊 AirPods 3，特別 actually 我 AirPods 2個 still 真係好好喎。啊，咩？AirPods 3有迄個 translator，迄個真係好用。特別 AirPods 2本有，伊 update software update 會彈本嚇。哦，所以免買，那是為咗 translation 而免買嚇。特別咧嗬，因為Egypt 不少想嘛。特別伊講伊 cancellation 較好誒，是唔是？對 noise cancellation 較好。cancellation 較好啦。我今啲你講咩啊 ？noise cancellation 咧，佢有當劍，because 伊個樓啊，伊嘅 noise cancellation 較冇得好嘅咋。我你講 overtime noise cancellation 係較冇好去啊，還是伊先你較好咧 ，relatively 變做佢哋舊嘅時候。冇，伊 overtime，because 我係硬咧，伊嘅 AirPods 較舊嘅 version 電話嘛。我咪想。特別伊有係你 Apple 係咪 protection plan 啊？所以你係是伊去係 shop 咯，你係是睇話線嚟咯。知伊嘅係你 noise cancellation 是冇好事了嘅，了伊拉換幾粒線嘅可以。哦，伊是有問題數啦，唔是 recall 上面啦。唔是 recall。伊嘅 case，伊嘅係就 set 你一擺啦。伊嘅 noise cancellation 冇事啊，伊講伊冇 actually，you know，actually 都先俾事啊，我記。如果話啊，伊 noise cancellation 真係好嘅，真係怪嘅，都未聽到真係正物件。特別 overtime 當叫我係那個 noise cancellation。是咩？是你個機器啊，關事器啊，你點樣拿來拿關 ？At first 我成日講是安尼，特別伊講冇，伊講伊 noise cancellation。overtime 未好哦。嗰呢，我冇聽過喎。你OK，所以特別我問你，我看你應該是唔是驚輸我一種咯？咱冇相關嘅驚輸啊，我是講 order 新嘅 product 誒 ，somehow Apple train 我個變咗驚輸去，成個去點去排隊。是冇。Apple train，I think Apple train 我。Malaysia 你估唔捌驚輸過一擺？冇，節奏我是講買新嘅 product 啦，我唔知做咩事變咗 train 我個上擺。我特登會頭一節燒炭嘅就，攞我呢哦。instant gratification。你 Malaysia 都別頭一節燒炭。就是咯，特別 Malaysia 電話會嘛，電話會使嘛，
就使。ตัวคิมสิpre-order เนี่ยไอ้ตั้น next week ก็สิ會掉。下啲我咪是想，你把你我咪是我拜個一直想，我一直 pre-order，講is first batch 啦。嚇拜個 first pre-order， batch 啊，Malaysia 19號個ทัน啊。就是啦，咪你 US 咪是想。但是講你真正行輸，你都飛去 Australia 啦，你 Australia 成開店嘛，所以較早你是 Ultra 行輸啦咋，UKS 啊，啊，那即如嗱，你看即個，誒，這是一條啊，伊話樣個單車是一條未記哦 ，launch day receive very wide，係咩意思啊？普渡馬用啊？唔是，係你叫咩啊？講貴啊！launch day，比ramli 比啊，比 ramli。其實講 launch 係幾日了，你去買咗寄出嚟。比 ramli 比呢？阿你ketupat，哈ketupat，因為咩？伊講咩 launch day receive 我 very wide。我愛嚇，我愛嚇。威水。威水嘅威，OK。誒特別唔是咁啦，人有，係咯，就是我 OK。我同你講啊，今年嘅時候，我你講我係人是冇講只 competitive， 我 competitive 我冇成講夾別人喺邊，我 feel 到啦，我唔是講只 competitive， 我輸本唔要緊嘅。特別嗬，我 somehow 係用 Apple train 我教我愛。Apple 新嘅 product 是我特別愛頭一節，我 feel 到啊，我 feel 到嗬，我若是冇嚟講嗬，我用我嘅 product， 我較慢一節攤用我慢一節我冇時間啫哦，我so far我一刀呢是啊，寫是我未收攤 original， 因為我到底 Malaysia 嘅時候，唔是未收攤 original， 我未收攤頭一節，我到底。我冇法，我硬叫我阿 K 叫我夾，一點會去 pick up 啊！你係到厝等就我對嚟，我心就夾騎騎咧，看到就冇按。แล้ว OK，so แล้ว我夾今年嗬，今年我 order 嘅時候，一直頭出，我平時是叫佢夾嚟我厝嘅，我冇去店嘅嘅。你使內 option 啊，往經嘅事，你使去 in store pick up。我聽馬來西亞冇使啊，先講吉隆坡店嘛。我係使 either 去，但是你買 from Apple 啦，我係使 order from Apple 係，是哦，apple.com 嘅 order 係啊，你 app， 但是你 order 到 Apple， 你係使 either 到啲店會 pick up， 還是你使寄去你厝。我特擺特年是寄嚟我厝嘅，我哋做工嘛，所以我嘛是半途講去店會 pick up， 特別知道 in store pick up。29號嗰陣 pick up 啊！特別冇驚輸嘅人咪講29號我一禮拜呢喎，我未，我覺得人用嘅話冇得用我未喎。So 係咪 different in store pick up 加 true pick up 是唔是揸自己嘅時換自己？sorry，in store pick up 19號，寄來厝19號。是唔是禮拜？輸㗎了啊！都輸㗎了啊！都嚇！我輸喎！我發覺感覺到我輸。你輸爛字啊！好閃！我輸。係你是而家即係我家己承認這是而家行輸，人哋講伊袂想講做我命底幾年嘅啥物，無要緊嘅物件就完全是慢一禮拜了。我本未喎。冇識。特別亂咧，我未亂。你先講亂去店會 pick up 加。寄來你厝，寄去你厝辦一禮拜，啷袂係咪呢？冇白講成。我是學樣寄來，因為寄來出去數咗，我暑假咗，伊個 outer box 啊，推先一大堆，你 Q 是個苦嘅，你先出去店寄冇嘅。一個寄數另外一種，真是。一環酸真係假數，嚟啊！第一假數嘅人嚟啊！第一假數嘅人嚟啊！到啲 clubhouse 做晒，做晒啊！สวัสดี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講緊做晒假數啊！嚇，伊嘅手電伊買啊啦，伊嘅即係變咗福建20年，伊都是頭一間買了。對，400假數咯，對啦，400我假數嘛，應該有新加坡嘅人嘛，我驚新加坡人贏佢嘛。
新加坡人是對假數誒。好彩爬上斗嘅擺第二啊。Actually 其實唔是。然後就使拍贏喺兩部嘛。啊，不，等陣就使你 order 你是就 order apple.com 嘅 order 還是 to 你講電話公司？我 to Apple Premium Reseller。哦 ，OK，so 你是特擺啦，你想你 normal 特擺，你特年買到後邊嘅啦。對。OK，so Apple Reseller 伊像你是想識卡咧，是伊特擺一樣有隻即係理財路嘅時候。安怎我要別人要行書安怎會使講你想行書你袂使 share？ 袂使。冇啦，上啦8點有 link 但係自己book 啦。我係OK 袂使講明。嚇 ，OK， 你是8點是馬來西亞1點是8點阿妹啦。啊對。上個人咧，你是自己成個 Apple 嘅店，還是用 reseller 嘅嘅 link 嘅 ？reseller 嘅 link 嘅。OK。แล้ว我ตัวBangkok嘛，แล้ว我個喺我邊店，我邊度大學整，ตัว喺頭整แต่咩แต่ก็唔對嚟電話嘢嚟見我訂咯，我見中嘅嘢。特別你 order 時候，你是特別去店咪 pick up 嘅嗬？伊會使 delivery 係點 pick up？我是經 pick up 啊 ，because 我 trade in 嘛。OK，so delivery 嚟講，伊度上直接本啊？對 ，same day。特別往時 delivery 個基本件本肯定條卡咧 shipping 條卡即係阿蕉。我第點我俾機餐節，我俾點半下日本。了有呢條嚟新加坡嚟。first batch 變咗接4到接個14號second batch。second batch。啊，不要緊 because 我3年嘛。你3年啊？對啦。特別你對新歌。我特年，我舊年嘅時我 because 這濟人行書嘛，所以我特年。你買？我就是唔是我係 order 咧，我 make sure 我頭一日睇到，然後嚟買。我也係買。你個買好你行書嘅人。買好行書嘅人。特別買好行書嘅人，你買較關鍵啊。係啦，人家特別我個未喎，OK，我頭因為我是行書，我那是行書呢，特別我個減少喎，我咁咪寄好類去，那是講你叫我寄好類個較快一禮拜，我個未喎。我特登睇我舊年咱們是上一箍咧，一箍我 OK 啦，一箍 maybe， 可能是一箍啦，我買咁600箍。古女人啊！你白嘅人啊是上 internet 嘅人 ，carousel internet 嘅。哇！你貪女啊你！我訂到時我都冇咧。特別是唔是新加坡嘅人嚇？新加坡 nation 是新加坡啊。冇，迄一間我未學伊嘅，有陣時 launch 嗰個其實 pick up 嘅咧，迄是新加坡人 ，I think it just for 公司嘅 purpose 嘅，所以伊用公司嘅鐳嚟買啦。有 budget 嘅啦，然後講訂到嘅是，乜未貴，古早嘅事啦，古早幾年 model 嘅事，乜未貴嘅是 for 越南嘅人咯，佢哋因為國家冇出嚟所以讓條啲派人嚟這邊買啦。所以有啲你使 meet up 到啲新加坡嘅 meet up in person 未好樣啦，你唔是講 internet 嘅，有冇個講冇好路路？冇，隔了是 meet up 嘅。所以 even 我早我買我係10個嘅時，我 just 嚟 second hand 俾可能，佢們是印尼嘅人嚟出頭嚟，比較伊是條啲接飛機嚟直接睇㗎了嘅。接飛機嚟買啊！嚟睇電話呢，just 係比較像，好嘅頂好。用個杯上用個杯過嚟數買本呢。I mean 唔是 cell phone 啊，白行物件啦。古膠地 model。這是假招講就，讓買這物件，我無落個知啦。因為我聽講香港本身嚟講呢，就是用買些啲 MRT station 裏邊做 exchange 嘅。就是講你人，你即講攞買回啦，我未有攞嘛。我跟你講 ，OK， 你嚟 MRT station， 人去 Orchard station 會去交匯，所以我徛喺 station 裏邊，係啦，你啲外口玩交好路，
是袂使嘅啫。哦，係咪是看法啊？人無了就攞是不要緊啊！伊若是講你 officer 樣 stop 你嘅話，你學樣唔會係咪數？你講買物件你教會學人嘅話，你學是我講嘅咋？哦，係咪數？一 MRT 嘅 policy 裏邊，你下面未使做啊，你未使做 trading 嘅。哦。香港本事嘅，但係新加坡們 try to stop 出嚟啦。哦，是啊，係咪數嚇？特別你無人知唔要緊，你 even 是 friends 本是上本嘅咋？哦，伊理由啥物？你特別明白即係你物件咧，好似嚟理由，你咪可以掠到。你即講你有人家按做啦，你 because Korea 是我未記新加坡是唔是嘢？你未使教會到啲 station 裏邊，都冇出 station。新加坡是叫你買到啲 station 裏邊做呢款物件。係咪數下浪仔伊嘅理由啥物哦？伊 policy 嚟樣，只買好多做 trading，我唔知想講走勢嘅咩，我唔知啊。是白款，有時係講兩白款係。No solicitation. What is the word 啊 ？Solicitation. Solicitation。成日都未使哦，未 trade 哦，OK，未 happy 啊，面你講未使。哦，所以I think it falls under that law 啦。啊 ，OK， 所以 generally umbrella law 所 cover 掉人特別係教會是本於 consider trading 到啲人面本，所以是買可能到啲 train station 入面買物件。你真係真成日講，我哋 country 樣成日未知啊 happy 啊，點解都唔是關事？你看 happy 啊，你看啊，嘅內邊啊，哦，對。等陣我俾每當先生有地嚇，就住講 define train station 裏邊 define train station 入面是得落位，是貴嘅 building，even 係 platform。我覺得even 講啦，我企喺啲係嘟嘅所在，係咯，你面接嚟嘛，你接嚟你嘟係咩？嘟係咩？scan 你好 ，scan 你好。你 brigade 啊！我企喺啲邊，就是講我哋 station 會樓下會行起來了，我看到路了，即係有一個 fence 啦。因為依 station 有出個接嘅嘛，你面接嚟，你企喺啲外口位，我教好路了，你行走，本是啥來嘅啫？特別等陣，你講嘅事實講伊。你搭一個特別 consider 搭一個 area 嘅時使，你當然講嘅事成嘅是 platform。你明顯嘅嘛，你按你關係第明顯可能看到嘅嘛，但是講兩人白白企喺啲 platform 裏邊坐條話無數嘅無人知嘅嘛，無人看得出嘅嘛。特別你是企喺啲 gate 裏邊，你無特別你兩人就啲 gate 外口咧，伊企喺啲外口嘛，兩人就啲 gate 外口咧。I mean，隨做 train station 嗰本。I think 騎啲外口應該是無算，我冇變水啊！即係你嗰邊會，你邊看你攞。新加坡咧？我講新加坡是你未使一個人到啲 entry 裏邊，一個人個外口。哦，我講嘅情形咯。你是講考慮，你未考慮就去坐車為教手學到啲外口嘅人，佢哋未使。對，我唔知，但係佢未使，特別佢一種是第應嘅。明顯嘛，或者做工嘅人就看到你講話 ，what are you doing？伊梅路咧嘛，特別你是攞啦，白白坐啲 platform，你 bench 位咧講話咧，冇人制嘛。OK， 特別係是講攞人到啲係你。嘟一個口咧，就是講，是唔是看未出，人做人仔咯？成個人做白款咧，人看你香港戲嘅，一個帶嗬，แล้ว你夾起落，係你邊啊？你夾行走係人嘢嘅，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幾好嘅咯，第安全就是你而按你講就話咧，第安全咧就是你回你交你bằng你bằng lock 裏邊。都抹咗成日係你 James Bond 嗰啲咯，這兩件嚟，這兩件去了，change back。Galaxy Cream。你把你 locker 嚟，because 我唔知新加坡是唔是啊？但係 because 啲 Korea 話咧most MRT station 梗係有 locker room 嘅，你係deposit 冇嘅啦。係啦，樣解決嘢，所以喺 Korea 就只能走死嘅面嘅，所以樣件嘢你帶 password 嘛，呢件第四嘅 password，你係女到入面。你就嘅，特別咩 trustworthy？哦，maybe 你已經是學了嘅，有時幫咁正一call 呢，就辦幾年。冇特別，我是講你條你賣物件嘛，所以你咪特別教學人已經是興女啊，你是教會就啲黑病。對，教會啲位就是講冇伊教會咧，我教會。所以，你先講我行伊火車站啦 ，OK， 我自己火車站個口賣物件，賣不抓啊，賣黑病，你教會對使。呢邊可出水嘅嘛，讓做成呢檔是可出水嘅嘛。
所以黑邊時會使啦，冇好處水啊，是唔是？係你會使啦。你第二件事冇可能嫌棄條咯，你冇可能看住講都教會。所以即係你唔使講只只嘢攞是，但係佢 building 點啊？別使講每次 define，就是講意思對我嚟講是較 maybe 較要緊是你考慮接起了是黑邊較是你都看唔出嘅咯，看唔出嘅咯。啊，但係我真明顯你行出嚟講啊 ，Mr. Chu 上下嚟，係咯，一入去一幾拜。我你在政府上啊，你咩 Facebook？ 係咪電話冇上？你講你未使跟聽嘅，應該被開嚟 check 啦，係咪啦？usually 所在冇上，呢就是一開嚟 check 啦，但對大家都是啲教會咯。你嗰啲特別開嚟 check，我見俾一個 PS5，我特別開嚟 check，俾我都學玩啊，我唔捌到嘅嘛。就所以 alternative 另外把你所在，啷佢安怎我俾問看，你往正嘛，你成 Facebook Marketplace 啊，我諗是去 pick up 啊，咪是就俾教會，不是我唔捌伊唔捌我啊嘛，所以我教會是比較緊嘅，當見嘅 point 是係你 MRT station 嘅 policy。你識有一人方便啦，冇我知啦，先你一人搭車坐 MRT 嘛，所以你到底下邊是人是講哦方便啦，你 administration do 啊，我教好你特別因為比賽嘛，所以你 alternative 是係咪你讓出去個口，或者站個口係咪 ？cafe 咯，cafe 咯，cafe，Starbucks 啊，新加坡咧，新加坡咧，在 MRT station 裏邊嘅外口咯。外口是 shopping mall 外口 ，shopping mall 外口 ，OK， 實講哦，我去到啲這裡你 Paragon 頭前等陣可能，public place 特別個物件，你就往只出位啊，往到啲美國啊，I mean this wide area 啦，我當時去 public place，แล้ว有個人尤其是成個查甫啊，แล้ว伊要避諱後即係成日就唔知啦，查甫人都唔知驚，唔知好人歹人，所以樣到啲。乜大了頭前單，人佢係幾時好嘅，俾你啲 idea，真就好嘅。我講去攞去，即係得一間嘅乜大了，北京嘅位，แล้ว一咪是較無人揀咯對哦。有咧就是去 public place，成日講我去即係 target 即北京 lot，是設定咗我去買 camera 是比較是查某啦。แล้ว我講攞去，我叫 usually 是我要買回家人。伊若是查某誒，我 usually 叫人 suggest 我講你 comfortable 到位了，我去啦。แล้ว伊甲我講去迄個 Costco parking lot 位，แล้ว我講 OK Costco 到一 parking lot， 我去，我甲講係咪車，แล้ว去對咯。usually 我互伊我嘅車，我無互我咪，我成日我嫌我驚講伊驚嘛 ，because 我是查甫嘛，所以伊就我就講我嘅車係咪車，我巴到到位你來找我。所以我有人想講買係看到伊樣嘅車牌係啥物嘛，結果伊去對，所以可能我真係當人看到隻 camera， 當然看唔是兩隻，隻 camera 是到啲 Costco 頭前邊，parking lot 裏邊 second hand， 細類嘛你看，我冇咩買 second hand 物件，我驚數是直播咯，我會等就咯，真嘅，我會等你講你叫我等一個月咩咧？我冇去夾俾咋，但係我俾 whatever 俾蝦咩物件本啦，我咪俾 second hand 你驚講唔使講你接了招，我 just 買 second hand 物件。哦，你是一種冇關係，我係先會，你用電腦又好啊，係咪鬼又好啊？我冇鐳冇喺你鐳嘅話咧，我講係咪？你咁問吸辦俾，還是我咁問吸辦，其實買俾嚇。誒，做咩數嚇？你知唔是驚數嘅數？你撇還是驚數？我撇咧，我唔是驚我拿撇，應該是撇啦。我就是買俾人用過物件咧。哦，這是撇。你唔感覺講人用過人物件 ，actually 是可以物件嗰一個 life second life 嗰時。我明白，我明白這物件，我明白本，特別我就是一直撇啦咯，這是撇。但是其實講上河路咧。上河路用咧，上河路用自超會，你上second hand 啲物件可能本就奇怪本啦。唔嘛，會人特別冇，人上河啊，不要緊，就是講伊講話，我你愛話我上河路去咯。我未必白嘅人都個不要緊咋，未必白嘅人都個不要緊。你識特別河路去俾住 second hand 啊。你識阿龍，你白話嘛？แล้วรู้ใจว่า用ว่าตอนนี้俾 iPhone เนี่ยมา所以ว่า阿龍啊。你愛甲我買唔是送啊！你愛甲我買 telephone 我用一手用來一年了，你會買哦？
未絕對買。哦，你即你撇嚟啦。你陣時講，我係撇。我學魯阿龍，我學魯，你都嗌啊？我用。特別你嘅感覺幾幾哦？係佢開類去買，哦，開類你咁樣買，特別隻扮嘢。我咁講嘅少，但冇你去買先嘅。嗱，講賤隻扮嘢呢？你先講咱講，because 咱看開8%嘅嘛。你先講我用咗一年嗬，我是你先講學一年，我未攞50% of e value。我50% maybe 我個幫幫嘅會考慮，特別我 I think 不是未本咯。哦，你根本係夾。其實俾 refurbish 咯。refurbish 你是咪攞亂咯？我攞亂。我明白個 refurbish 冇特別 ，because 我古早做掉嘅嘛。refurbish 嚟是呢個料嘅喎。我明白一點，你其實你咪係我齋是 refurbish 物件。哦，所以你未到底去成啊 refurbish 會俾啦，成啊 Apple 就 refurbish section 嘅嘛。一來是成個善會咧。我 whole life 裏邊咧，我淨係開雜誌裏邊俾 second hand 物件咧是正物件嚟咗。就是我有少見一隻 Disney 嘅 CD 嘅嘛。咁有啲時候都係 Norwegian 嘅阿拉丁啊，伊 already out of print 幾百年嘅冇咧，我估見喎嚇，我對佢俾 second hand 咯，佢係將佢整形咗咯。斜本白絕對白冇可能啊！你個被包掉，你剝佢下。屌，我嘅斜是特本，我俾我嚟講，你是冇看過，我有看過嘅。我覺得講，我看咧，我斜個咧是成線嘅啦，你知道。所以我俾我覺得看到我斜個包咗包嘅啦，我成線嘅啦，唔係看過，有看過嘅。我是未俾顧嘅斜，除非講有時運轉全部咧冇可能除掉啦，你我 OK 咯。但是嗰個 available 嘅話咧，我做唔到嘅。我是真驚數第幾百咧，我特別會俾線嘅。哦，我有一隻就是 Apple Train 嘅書，成個我買物件嗬，我唔知點解我俾投資節嘅喎，我俾一定 ，I mean 我 try to 就對投資節喎，真正冇 logic 嘅咋，等陣阿趙生講話做咩事路人哋看門。你是 fanboy 啊嘛？你唔知咩？你叫我同你講，我同你講過一道時，都開兩千啲，我到日本阿未對嚟，所以買俾嘛。係咪嘅？你咁咪買俾？我買俾，因為我直接我手是咪地幾十？你是係咪？你是無頭直接你咁咪買俾，按照買俾買用幾年啊？買俾，幾年買俾？你食手啊！你是？係嘛？因為我對你是一禮拜後，你就一禮拜後，你就變故意人用個亂啦 ，post 個亂啦。即係四百嘅書，你400嘅書喎，你。我過未去，我去客觀，我咁買俾，就是買用。哇！你而家顧客啊，你。我冇俾，未貴。邊啲學嘅你當係投資你俾嘛？你知我以為我被 order 定有會啊！你知我特登幾點入啫？1點開啦，我7點半搞邊單都睇到，拜託你。OK， 我個冇教你行書教你地步。我拜個是我是12點幾嘅去 pick up 人哋，usually 我拜個我係攤半節嘅嘛，所以我拜。因為嚇，因為因為係你 reseller 要做 promotion 嘅就係bank 嘅。你譬如講我 OK 譬如講一個 bank 一間 bank 因為喺你隔離，講一個 bank 你用喺你隔離做 payment，做 installment，你可以論就600塊、18塊你或者。哦，你個係咩 accessory 係咪？嚇，要800張，1000張呢？哦，所以你是你咪較早期咧，係咪意思是講你咪拿早期你對拿賺較濟 benefit？對。特別我感覺就使，伊唔是講件書呢，I mean 伊是件書，你食住呢個件書。OK 啦，淡薄咯。咁啊買咩就是淡薄啊，所以你件書嗬，如果唔是講件書冇談到你電話，如果被 make sure 你談嘅咧，伊 possible 嘅 benefit 掉。我感覺你就有咧嘛。benefit 到有啦，你冇嘅就冇，你 entitled 買啦，嚇，就時間你 entitled 物件，你被 maximize 你談嘅物件。對。你別成講，哎呀，免得我靠我都冇去，別見你可能去買件，然後你談嘅 benefit 都冇啦，你就我 maximize 啊嘛，我特別談。你咪阿蕉會使啊？阿蕉會使啊？你先講你較早，你頭幾個人頭100人有談 special 嘅600塊嘅 voucher 上面，你要去排隊要去談 ，make sure 你談嘅600塊嘅 voucher。即係排講嘅 ，because 我就係講我，你未甲這邊嘅人快。新加坡人啊！哦，所以你
所以你再講你，所以你講你8點開哦，嚇你成日你7點去，你彈掉不可能嘅，係人可能5點就去咧。所以你感覺佢 get 得冇 get 得，還是講你早8點鐘，還是早4點鐘，還是早8點鐘啊？還是講？我冇把握咧，而家就係講這邊嘅人，freebie 嚟講是冇可能教這邊嘅人快嘅。樣搞到咩地步啊？有啲係咯，會報馬來嘅咯，俾唔掉，間彈唔掉，成日。Yeah, Singaporean quite entitled 嘅，成日你像老。actually 話就可憐嘅，像比如今年樣選股嘛，所以排係voucher啊，一塊錢嘅雞飯啊，免講一塊錢嘅糜啊，所以老人去搶咯，搶無啊報埋來咯。哎呦，幾閒！哎呦，所以像樣佢哋正兜特兜嘅嘛，貴子都有，反正 promotion 就是俾。create 了可能嚟搶嘛，所以你咩啊？咩？或者送物件，像 even 泡茶，有100歐是 free 嘅，幾點到幾點啊？你要講幾點到幾點嘅，你千萬去。你成日啊，就曬呢是一制嘅咧 deal 係咪嘅咧？特別 share 嘅人嘛，係咪 deal 係你屌你 OK 你講愛去去排隊啊，為咗一個 free 嘅一後水啊，看 get 得冇 get 得啦，你是講看。Nationwide 180點咧喎，800人用喺你隔嘅啦，แล้ว你ทัน200塊แล้ว你咁晚早就啫，你叫你早6點鐘去你嗌哦。未啦，咁就是未啦。所以你看你會 get 得，本來你夾數目夠隻 value 嘅咋，你夾數目夠嘅隻地步。你識講 OK，早8點鐘去，唔要緊咯，對哦。你做個就7點鐘，未必個棒棒噶啦，嗬。3點鐘6點鐘嘅。你話講定到我唯一去嘅名，講俾排隊就是定到麥當勞佢 teddy bear 咯。特幾耐至出一隻新嘅嘛，舊架妹妹嘅事，舊型嘅事，妹妹你有時早起5點去排咧，排喺度小排。你排隊咗啦，嗰時有破湯樹啦，你未見講我度啊？對，而家都借快嘛。排幾咁精神。所以6點鐘 OK 咩啊？我俾想回了。6點鐘為咗 iPhone 嚟voucher $200嚟哦。OK 啊，$200嚟講我計一個69塊，99塊係俾一個 casing 嗰度就，係你線嘅，係你搭 Uber 嘅。哦，你買你 body strap 啊？係299塊本嘛。嚇，你貴嘅 body strap？日本俾254塊，所以人家冇俾，我當下貴去日本先俾，350塊。那是做曬都去淘寶，全部都係製品機。特別quality 冇啦，你是我用過依quality嘅，嗰時未歹嘅就咁 for the past few years 冇聲。誒，你冇聲嘅，冇聲，完整加冇完整。我同你講，我買叮當時咪是你 AirTag 咯，就 AirTag 出嚟時啊，咪是 Apple 咪是有俾 AirTag 嘅機件嘅 holder 咯，然後就轉出貴嘅嘛，然後我俾一個，然後我俾一個，我唔敢俾啊，然後我叮當嗰時我買咗一粒 AirTag 嘅嘛，然後是貴嘅時我 luggage 架咯，就話 luggage 架有係 AirTag 嘅嘛裏面，所以我都咪是想講，哎呀，我真心唔是到啲外口用嘅，我係到啲北南邊嘅嘛，所以我講我真係買你辦機咯，我 Amazon 嚟買咯，辦機唔得一禮拜都加唔知5塊10塊呢。我咁你做條 hand holder 咧，你都 already hand on back 嘅，仲未做過條 hand holder。我見走只是嘅，佢哋本嚟夾撈出嚟呢，我特別想，我係只機。我冇想我呢只卡啥卡冇想嘅，嗱嘅伊 compartment 咧，可能我 compartment 係物件是我見伊卡拍個撈出來，你知我夾物件接出嚟時啊，所以我特別係只機仔呢，我至少看到啲成個一個 zipper，還是一個有 can 嘅物件，就我 bag 裏面，所以伊未想講走嚟走去，我免想特擺，特別去吹我啲到啲落去嘛 ，especially 係物件到裏面時。冇啊，我揾到即係 reason 都俾人哋借。zipper 係8年，就 zip 起來嘅。
係啦，特別你嚟 match 筆啊，嚇，特別我真係特別我用是 match 筆，我個係物件呢。哦，我諗冇係物件，你只係 attack 啦。paper 呢？所以我 attack 是我特大 luggage 我 attack，because 我會 track 我 luggage 到啦嘛，就使我確啊唔係即係90字我確佢，แล้ว所以我特啲外口嘅我係 bag 有一個 bag 是特別我 to keep 嘢成日看 sling bag 咁樣你 pouch 呢，我係只 attack，แล้ว我到對馬來西亞用我咪是係咯，แล้ว我用對馬來西亞用到一 trip 對嚟啊。maybe 內 trip 啦，一個 trip 特別唔知一個 trip 內 trip，伊個迄個破個了，伊個迄個假來得邊啊，伊破 plastic 破個啦，參拜我成個我迄個 add 要搞到出來啊，我個知啊，我看到 before 我 track 到，你看到時我見咧我變做比較大漢一輩 material， 所以伊個even 都是只扮演，但是講看到安怎樣，但是我係特別入面我冇特大隻 Q 出，我手冇當嘅呢，伊 OK 伊會打鼾，所以我到底我 back 入面嘅 add 會好多個了個 OK 個，特別到啲外口我換白嚟下行嘅。嘅了 Apple 咧，我特隻用卡機嘅，我特隻幫，伊冇被啲伊被成個破爛去水嘅了個嘅，我記住嘅幫人哋講咩？但係貴嘛，嚇對，所以伊會打鼾咯。伊若是講你特隻愛用手叮當撳掉嘅下咧，較特買迄個較貴，因為你買 Apple 嘅本好啦，你買別個票較好嘅 value 嘅。你講個白件書啦嚇，件書你知，淡仔阿舅講咧1塊錢2塊錢咧包裝，咱馬來西亞人 end of the year 有賺用咱嘅 IC 8塊，伊唔是賺了 already 賺 end of the year expire 嚇，你在8月31號嘅時，我聽講8月31號12用啊 of course 用啦100塊喎，100塊啊，你記得個俾，你就免排隊。免排隊。你係 sorry 頭一節到只一人排個亂啦 ，OK？ 哦，結果冇去啊，唔知。你就是講頭幾啦，特別 maybe 人是欠用鐳，你知哦，人欠用鐳 maybe 頭一節肯定去。OK， 我本來看票，我是講買，我係買我同你講，尤其是新家時要 offer 只油啦，係咧阿咪食嘅啦，煮嘅物件，但是嗰一間無啦，我就去合北京，我去個吹個有攤買着。我計咁。喂，你做咩掉係咪扮魚嘅？扮魚嘅油，扮油嚇。然後有一幫嘅是先至是扮魚，係咧油，係咧你咁嘅，係咧而家貴嘅，係咧。然後我自家呢，我計買十個木袋對。哦，燉去。because 我是屬個買，我吹個伊無嘛，特去啊，我唔要叫我個去個，比如一隻後來嘛，吹個，上擺有一幫我去買係咧油。唔知是純地杯落棍，你下到下咧 shelf 嘅定咗叫下咧 stop， 我明係你講我行落嚟下咧要過幾多？誒，做咩事啊？阿咪你寫女還是笑，你講自己笑 feel 到。如果我偷，哎呀，梗係扮演了，用掉一個油。你都夠用，所以你俾佢夠用嘛？感覺得，我感覺佢得，所以我感覺笑。即個無毛筆咧，無毛筆你驚書係咩物件？啲無毛筆只驚書本我睇，特別伊撇較濟個驚書，特別講我你只驚書嘅物件係咩？你撇我知是有，特別你驚書是係咩呢？肉件，咱講撇先啊，撇咱講燉貨啊，我特到出來用物件，我特到燉minimum 6個月。哦。แล้ว可能潮到個擺個水，我係 pantry 裏邊啊，我係 rack 就是擺即係特大啲 cap 用 groceries 啦，唔知多堆啊。แล้ว so 我是 feel 個安心，啊我同時我係 specific 嘅票 ，specific 嘅色，啊是 specific 嘅product 啊，我無了真正間股別爽嘅，我唔是個換物件。呢是 one thing 啦。咧 another thing 你講個 about 手電啊咩啊，我辦過人1個月2個月半我唔要緊。特別你要緊是咩就？我愛迄個物件一包來新唔捌開過唔捌動過，但所以我真正無時間去店買，伊人夜時愛開啊，後食物件嘛。我買呢，我買食嘅。如果你其他堆啊是物件問題咪，你 warranty 無啦 void 一大堆，我是唔是我 fuck yourself 啊？我講 I don't need to do that。伊啲事情叫我家己開，我家己幫，我家己備。我咪人開哦，我咪人手已動了，我真正無曬。即係一直撇啫。特別你驚書咧嚇，驚書係咩？
件事是讲的地方我suka的物件，我 passionate 的物件無論安怎是 I try my very best 啊。因為人就有下句有人捌同我講，幾內朋友講也是你 very best is still not enough 啦。我講then I will do until I die 咯。哦。特別這是你家己的 demand， 你家己的物件啦。特別你成個別人咧，就免講你成個做工啦，你唔會成個硬硬要逼人做家地好。我無逼伊人，但係我 expect 較好過伊人嘅 best。因為我講你袂使 compare 你家己嘅 level， 我講你 compare 較好過你嘅人，啊無你未進步嘛。特別你是安怎就是上個是會quality，你會想你 quality 較好噶，還是你會為咗買成個講輸給別人？我買伊人 waste time 啊，做物件啦，個做無。但係我想你 fine line，你有當時，你唔是驚輸，特別你會成個講 feel 到，你是 demand， 你是愛要求者關，特別是為咗驚輸呢？有你驚輸嘅是因為你那是無貪得意，你 feel 到你輸啊，還是你無貪得意，你無做到地好？我無貪地，我感覺是因為我做無做到地好。特別唔講，是講只驚輸咯。特別你 competitive 嚟講，你我สุก嘅物件。特別 competitive 是講你被邊個人你 industry 裏面你被貪得意，喺呢度隨驚輸。但是講你被你若是講你要出來袂使，只要我看出去嘅時候industry 人看到我無變，那是佢袂使我袂使，喺呢度隨咗驚輸。但是講你是講我無插別人安怎，我嘅 standard 無夠喺你，我特別喺你無講是驚輸嘅，你無甲人變意思。我是家己變啦 ，almost all the time。家己變嗬，我做了啦。那是講，但係家己變，你無教你 standard 是無講正驚輸，本驚輸是講，哎呦，垃圾哦，人看到我呢 standard 出去，我名放頭邊，我就是笑死。John 我細漢嘅時成日講咯，我細漢嘅時因為我厝嘅人真正暑假去包圍住做事啊，我講哎呦，人講路啦，你一大堆啊，所以我細漢嘅時驚啊，但我做物件 ，it's not because 暑假做嘅啊，是我要逼着做啊，無哎呦，人講路，哎呦，人笑你一大堆。แล้วผมว่าก็ตัวหันนี่มันเสีย this was one of the thing ฮักกูว่า we connect กับลุยจีเลยสิว่า我人講起啊 so 直到做個 key fair 啦แล้ว就ว่า standard 4嘅時候我到底ไม่ทักแชร์咗哇這裡แล้วฮักกูว่าสิเสียหันนี่สิ standard 1 2 3อ่ะโบแกจะป้าหุ่นเราจริงจะเกี่ยวให้เสียบินอ่างที่จะเข้าช่วยวิจัยตรงไหนอยู่แล้วก็คีกับ standard 4 at above 嘅時啊ว่าไม่ทักแชร์เขาว่า做咩ว่าเขา直到เกี่ยว70幾หุ่นอยู่哇！我嘛看到死啊啦！安怎呢？一大堆，我都哎呀，這都幾貴一刀咧。After that 啊，我都無數咧嘛，是我家己做來嘛。因為我咪去插別人講我係咪嘛？因為我無時間讀這個 subject， 我唔係做咯。咧 after that 我感覺到我係能夠 happy 哦，較爽啊，較無呢 pressure 啊，所以我就變做呢款。如果變做我特做物件是我真舒服嘅啊，我就去做甲真正好。我無時間物件放去咪去做。南西你講咩？南西冇驚輸啦。南西你講咩？我冇白咧，我冇白教啊！成日是什麼上個月，我是上個月，所以我就了解上澎晒哇，所以我就了解伊講嘅意思。了解因為了解，因為我人愛驚輸嘅方面是講，我人是家己，我人逼切家己咯，是做了無好是逼切家己嘅。我若使你唔是驚輸，我若使你是家己邊是你要求就關特別唔是驚輸。唔是講有人來比，是看到家己想我實在愛一年愛學曉一項嘢，是一項就做袂好啊，我人會講有淡薄講裝迄個骨骼啲咩啊。你明唔明啊？會講無咁玩呢種。你學你家己 set 就 standard， 你硬愛變教下邊。變家己變嚇。對，咧 standard 安怎來咧？本是別人來嘛 ，standard 我每次看別人嘅性嘛，咁冇。但是講看別人嘅 standard 嘛。別人會做乜嘢？係你讀書嘅書係你。特別我唔是起哄迄個人嗰種，我是起哄我家己性。
無是阿定行書，你免去向別人揾誒，你行書就是講，哎呦，你看，嗰啲人誒，我就不較好啊，所以都未做，係你就是行書。成我學游水嗬，我點解就大漢甲學曉游水哦？你我未曉游水吧？我10幾歲才會曉哦，我就是無咁運咯。我看到人家咧會曉做咩，我無可能我未曉，我無可能會即個物件嗬，安尼簡單物件游水爾做咩我未曉，人哋會曉，細漢囡仔個會曉，我未曉咩？你就硬去學咯。學到會曉咯，叫嗰啲人嗬，去問嗰啲人，亂個咧會曉游水嘅，過來即係拜鬼啊，來教我游水。然後你所以教我游水人有差唔多有12人嗰度，我介紹會曉，安尼款咯。冇白你咪講咩？得嗎？我成日講下句，你講嘅時候好像笑掉，我喺 University 點笑我就行書，我行書我行死，因為在嗰陣時候我 from 冇 creative background，我去讀 creative course 嘛。所以我無 foundation 無幫，我都係啲書過人嘅嘛。แล้ว所以我真 good 啦，都去人去拍研究嘅點時候，我 still 喺 library 去做 research 一大堆啦。所以我做喺 final year 嘅點時候，有一個人啊，啲幾個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啊，佢哋人真係 talented 嘅。所以伊是伊。人去 library 做物件做 research manual，伊 just so creative， 就伊做物件，咁了話伊嘅 content 真好。了，所以我看嘢話啦，了伊個佢只是去啉酒醉嘅，了佢去 party 嘅咯。了我正讀冊都直接4點鐘都無夠啦，所以我家己講啊，但當我時候食嘢數我無 realize， 我講我個想到咯。我家己講就死咯，成嘢款嘢啊，免讀冊嘅人啊，還是伊嘅 first class honours degree 啦。我大節啦，我讀冊16點鐘到12點鐘嘅可能春點鐘嘅嚟困嘅都無夠困嘅啦。是 by the end of the year 我變thành first class honours 我講我死都我去做實咯，我講而家做人冇意思 ，try 個 my best 我變thành我result。點解我真行數咯，所以真係幾好勢啦，點解？特別好彩啦，好彩會出來 result 好啦，我都唔知按照接受咗啦。即佢會講，即唔是 determination， 即 determination 咯。但所以你係講甲別人比啦 ，maybe 甲無你想過，你甲嘅。特別我有興趣嘅件，我冇興趣嘅件是冇插手啦嚇。冇插手。冇插手啊！冇插手啊！真係冇插手冇關嘅。我冇興趣嘅嗬，是做甲死本咁玩嘅。即個阿韓呢？阿韓路係咪咪夾夾書嘅？有 stages 嘅喎，讀冊有時有讀冊嘅件書。我成個無白你看啊，我讀 master 嘅時啊，我件書是運動愛頭一個 submit assignment。了有一節，我第一暑假時啊，甲朋友講，Oh my God, this essay is so hard. I asked for extension， 特別我1禮拜之前搞了。你個咪 trick 人卡辦嘅啊？唔是 trick 人，唔是 trick 人，是我家己件書。了我知我驚我搞袂到，所以我 apply for extension。了 extension 就 plus 2 days 咯，是唔是？特別我做了下，我是 minus 7 days 較搞嘅，就搞了。That means extra 9 days early than 我 plan。係咪數你會較早搞咧？你要什麼咧？係咪說因為OK， 我真派啦。我80%嘅 classmate 教了是長帥嘅查某。了我講哇，Henny 嘅按摩第一好 ，Henny 係咪 Henny 第一快教嘅，係咪 Henny 運動有 HD 嘅，安尼看。你搞我就真係歡喜啊！所以你是為咗咩贏啦？然後有一節我會記下，我做 assignment 啊，我做到天光啊！我嘛都較知是天光嘅。你看，我無困。我 compare 你人行書甲我行書啊，清楚嘅錢咯。你行書想要做好功課啊，要頭一名啦。你我行書想頭一就要用 Apple Product。
tapi我 after that 啊，我笑了，因為我喺這邊做工嘅時，我知講，因為澳洲嘅 system 嘅事嚇，你無可能甲 local fight 嘅。像講我家己紅安尼款嚇，伊找工真係用嘅，找好工。我換了 passport 是毋是？我嘅 background 無相嘛？你嘅 resume 是看到嘅嘛？我但 background 無相嘅嚇。打了物件我無相誒，我覺得真驚數，互家己真濟 pressure。做咩事我無相甲我誒 Aussie 誒 cousin，我無相甲我誒翁安尼款，趁安尼濟咧當金嘛。哎呀，有工就會啊啦，後面啊不要緊啊。還沒事我無了解喎。做掉了做。แล้ว我覺得我甲我誒 cousin 上 background 嘛，是毋是？伊是我誒姨誒囝，了阮當時上 background 誒啦，做咩事袂？我人學堂個上誒無對，了。四叫是三叫是 lawyer， 我一個我因為我迄時我畢業嘅時，我無通做家己嘅 feel， 因為我愛趁錢嘛，我無可能等找着家己愛嘅工嘛，我找着工我就做了嘛，了趁錢就先做了，了我就家己 track 啲 customer service 入面咯。แล้วว่าเขาได้伊人是 lawyer 啊，伊人真係高啊，哇，一年100,000、200,000嘅工錢啊，哇，落好，แล้ว我嘛互家己真係 pressure 咯，แล้ว我安怎破咧？是我買我 Tesla 嘅事，我安怎 overcome 我即個驚數咧？是我買我嘅 Tesla 嘅時，我嘅 cousin 三腳攞一本也未出車個，我家己出車了。伊人嘅車，嗰是爸爸媽咪嘅，伊人歡喜啊 parents 嘅車咧，我是真係歡喜啊！無驚數啊！這唔是無驚數，這是你若感覺到你贏了。睇邊是驚數呢？感覺你啊！你話你有鐳啊？又安怎啊？我嘛是出車，你也未出車個。我若是出買一個 MyV 啊，我嘛家己歡喜，因為較當家也未買家己嘅車個。但每次你會只 competitive 啦，你驚數啊，你是驚數，講嚟講去是只驚數。了驚數不要緊哦，驚數佫無迄款本事去贏人，佫愛驚數哦。是擺爛型嘅驚數誒，真歹歹誒，袂，我真歹濟年愛治癒家己哦，當今嘛無驚。當然都無插人啊，無插了啊。after 即個物件哈，after 我買了我嘅車，我就歡喜了。Tapi lu dah say patau lu guys sekarang patau langkau kami bosan-bosan accomplishment i be income lu lah. Lu tahu kira feel dia. Hopefully lah, hopefully. Asyik because lu last win, lu la awal tahu lu ya, lu cảm覺到，我冇錯咯，但我ya咯，你或者試過把下面嘅試過，Tapi rational 嚟講啦，我第一代 cousin 甲我病歲嘅 cousin，伊當叫生了囝，當叫伊收錢愛去買厝，買出車。了第二個咧，伊佇新加坡做咩事愛買車，第三個佇英國嘛是無車。了伊有陣是 because of circumstances 對嘛？然後我用即個理由，我無插我嘅迄個 logic， 我用我家己理由，哈哈哈！你看你人嚇，本地我知嘅 lawyer 嚇，我無也未出車個，我出了啦，我是 immigrant 嚟啊，哈哈哈哈哈！點啊？我就歡喜啊！阿達咧，阿達，你驚數咩嘅？你知你家己驚數咩？actually 咧，我本身嘅人是真正超嘅，冇驚數啦。to the point that 當時，我講我應該愛有淡薄驚數淡薄，所超了。OK，所以唔要緊，唔要緊，真差。特別到做，我有淡薄 suffer 咯，淡薄 stress 咯，when 我到學堂嘅時，中學嘅時，because expectation 嘛，爸母伊人愛我也好分數啊，you know coach 較好淡薄啊，所以有幾點講 stressful 你看咯，弟弟愛
呀，特別唔是你家己愛驚輸是你，因為別人 pressure 你要贏，還是要談到結婚，還是我係甲人講話，我後生咪是談下咩嘅款了。something like that 特別咯。你本身無想講你頂成啊，哎呦我對背，你就 chill，所以你想講，哎咪今日真差啦。well until one point 是講我係爸母伊人motivate，成日講 push 我了嗬。then after that 我就是有當捌着朋友啊，then 變做有 motivation 去安尼款啊。成伊人so 我得到成我 subject 真好嘅嚇，甲我嘅爸爸同班啊，classmate 甲伊拼咯。because 有誒伊人本真教嘅嘛，你得到甲伊拼咯。得到是 either 是伊夾第一名，還是我夾第二名，還是我夾第一名，伊夾第二名，我直直比來比去安尼款呢。所以你特別你若是講無談咧，是你會成啊，就無爽哦，還是阮是你，maybe 你感覺你是 naturally 你 nature 成成是無安尼 competitive 嘅，有時成個人 situation 嘅 train 你嘅 competitive。這樣我做actually 講 extreme 的話，像比如說我按摩是我是第好嘅 subject 嚟。但我阿摩啊，會記100分、90幾分、100分、90幾分安尼款呢。了咧，我係 math 是第差，我係 math 錯，我會記30分、40分安尼款呢。我了無管呢，特別我係爸母都落啲咯。特別是你家己你 nature 是無 competitive 咯，你無想。I mean 我講，邊嚟做咩呢？我俾就俾啊。我出力啊！我未到未啊！我安裝啊！人講食死貓啊！這裡食死貓什麼意思？就是伊人講我一邊出咯，你看咯。人講，伊什麼講？伊是講你袂使安尼快講 ，except 講你就是無好，就是無好，你特別較骨啦，淡薄看你 improve。我 improve 咯，特別好彩是講，因為我按摩係咪未歹，所以我是有就係講有 spectrum， 有一個 spectrum 嚟看，一個 subject 是真好嘅，了一個 subject 是真差嘅嚟看你，有時候伊人甜本事我嘅數咧阿 John，嚇？我每一 triple 19是係咪 level 嘅？Triple 19啊 ！Cambridge English paper。你睇 Triple 19啊？有啊。Triple 19，我冇睇 Triple 19，我 almost did，但我 keep 講我冇睇。哇！呢是 ABC 本嚟嘛？呢是 A1 B1 啊！我 Triple 19 A1。哇！假數，這我講啲聲嘅假數。Excuse me， 我想問看。Triple 19啦 ，Hello，Triple 19嗬，要本來嚟 grade 嘅嘛，所以講嘅是多是嚟嘅 A1。係咪內 grade？英國嘅咯。不 Triple 19呀，in Malaysia 有一個 grade，了英國嗰邊嘅嗰一個。對，係咪意思？係咪？我冇明白做咩是內 grade？Because English paper 是 SPM level，你有內理，了 Triple 19是另外一個 English 啊。我知，特別冇語話我講。Triple 19有內 grade， 唔是講。我係 Triple 19有內 grade 嘅，我Malaysia 是 A1 咯，特別嗬，我 England 嘅 standard 嗬是3B 呢。I don't know how it works 啊 ，John。It basically 是我這裡 exam 啦，即係你 English exam 啦，都 call 先啦。this paper 你都examiner 即係你聲成啊 robot 淡薄嘢啊。Bluetooth 啊，成個 Bluetooth 你唔是 Bluetooth 可以 wire 喎，可以 wire 嚟電啊，還是 connec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OK， 聽你。Triple 19有內 grade 咩？冇啦，Triple 19是內 grade 咩？內 grade。
我在 English 內 grade 你是 SPM English 你是 219嗎？冇啊，點解少年呢個有內 grade maybe？I think 我是自抗，我是自抗年，所以我自抗年。嚇，你我 call 嘅時候，伊 English 咧嗬，伊 column 係並有寫攞嚟，一個是 A1，然後一個冇，我人嗰陣時冇 listening 嘅，我人是干啦 319，特別呢，伊是 call 上一條 paper 特別攞嚟 grade 嘅。伊是唔是 grade lu amongst Malaysian grade lu amongst 英國嘅人 ？Yeah， 我英國嘅嗬，不如加 3B 呢咯。哦，來，你話我 confuse，面是 triple 19有攞嚟，是 English 有攞嚟 ，so one of the components 是 triple 19。So for example, okay, English SPM 有 comprehension，有 ABC，有 short paragraph，และ有 essay。但係 triple 19 component only grade 類 essay 八年。對啦，嚇。So continue from 我講啲講嘅物件是 triple 19是 Malaysia 嘅 SPM กับ O level 伊嘅 code 啊，伊 exam subject code 是相嘅，119，一路去英國讀 O level 嘛是 triple 19，so 伊就是伊個 mini IELTS 啊，來考慮嘅 writing 是安怎嘅。了唔是古地是上去英國嘅東京無啦，東京是 mark locally according to 英國嘅 marking scheme。哦，是咩？我唔知啦，because 我嗰陣時嘅嗬，我嗰有收到佢哋 Cambridge 嘅 cert 嘅喎。有咩？我係咩？伊是出 Cambridge 嘅 cert，特別伊是 locally 出啦，伊有當時 send email 伊類 file 嗬 education ministry，一對伊嘅 criteria嚟grade 啦。好嘅就係我冇貼 triple 19，冇 stress 咯，啷個了？我係點解是 send to England 嘅喎？我係直接講。應該是 send 免考 IELTS 嗎 ？IELTS 係咩？TOEFL 上個 TOEFL 啊，你看你嘅。English test。TOEFL 我貼啦，TOEFL 係幾分？TOEFL？because TOEFL 是美國嘅，我未叫得字。你去睇美國嘅，我都覺得有 TOEFL。對。我冇嚟啦，我是 call MUET 嘅 MUET。我係點識 triple 19是掛個嘅marking 嘅 triple 19。Because 我嘅 UK degree 嘅 master degree 到 US。哦，你睇 triple 19啦？有，但係攞你冇有。triple 19時，你都談到這係咩？你記啊，諗乜你記？我是 band necessity 啦 ，OK，pass the A 啊 ，OK，entry can 啊。我係記，我上個時 TOEFL 上個時唔知，我未記分是安怎樣 grade 是就只800還是800、600係咪？ Because 你用 paper 還是你用 computer？Because 伊來 grading 冇相嘅。係咪意思用 paper 用 computer？ 我用 paper 嘅啦，嚇。computer 科嘅，嚇 paper 條 paper。伊pen是係你 feather 嘅 pen 嚟。係咪 kilometric 個？我一個 feather，哇！你看你盲笑。呢個就是行書咧，去傳銷別人啊！你看咯，真係。哇！嚟啊！哇！這裡啲技術個笑掉技術。有 calligraphy 啊，做 calligraphy。所以都是用啊。嗱，我係 pen 開始 triple 19哦，唔是我係。嗱，這裡是技術啦，技術。特別頂啦，技術。OK，阿 John，你多分咗先。誒，我未記啊，伊是唔是800幾嘅嚇？我未記伊 range 係咩喎？伊是600還是800？600。I think 是800。阿 John 你唔想嘅，伊這裡。特別我係記講，但係有人講嘅是點？誒，等，阿龍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 Syndicate。哦，what triple 19係？哦，你兩個都睇 triple 19，我冇睇 triple 19喎。我同你講，我 whole life 啦，我 from 我係kindergarten 實啦，到當劍我46歲啊啦。隔了 everything， 我回頭又水，and then 唔知我係好事㗎了，我隔了 scan 好事㗎了。哦，所以我 anytime 會使可能看。
我真係 organize 嘅。哎呦，我撞你嘅 SPM 咪日㗎啦，我哋㗎啦。真係我頭髮就結婚啊，吞積啊！我未記啊，我會記講，我會記講，伊嘅頭髮一個有I mean，人講頭髮嘅 score 伊是，嚇我知，特別我知講大學有一個usually 有一個 number 嘅，嚇，你是 minimum requirement 咧，啊無你就要讀啊咪 English 啊咪extensive ESL 嚇 English as a secondary 嚇 language。嚇， If you really I 講都 is 去 email 伊人哦，叫伊人學你哎呀，我個無咧， you copy。阿 John， 特別無㗎啦 ，university 安尼看咧。有你較懸，有你較假，我知。無㗎啦，講看 ，because 咧，咱人是 foreign country 來嘅，always they will ask you go and sit the class for ESL one because 咱人 from Malaysia 我無啊，我無。無習慣 unless 你談到 A1。我唔是 A1 呢，伊是 number，伊是 number，唔知886因為我叫是 number，要一個 number，嚇，我知。我這邊我朋友在這邊110 over 120。110，我冇上過我係喎。Because 我用 computer 嘛，我時間嘅時用 computer，伊 grading 冇上嘅。110哦，110。伊我 oral 是個查出嚟嘅了是真係好。我 oral 冇講嘅，我 oral 是聽呢。對，我嚟 oral 就講嘅要啫。哦。computer 嘅。哦，我冇啊，我是做寫我到啲 Indy College KL Indy 我唔知是到度啊，即係 KL 邊嘅。10個 SS 10個。嚇 ？SS 10個咧。哦 SS 15，哦 OK，所以我到下邊 Indy 睇，特別我未記是。我記有一個 number， 我未記是600是400了。600幾嘅，I think。600幾是上個樣 ，OK。所以我記一個 number 就是講，你若是教加迄個 number， 你過迄個 number， 你免睇即個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嘅 course 嘅時候。ESL。我朋友這邊個咧，嗬，因有嘅嘢佢滿分咧，嗬，過來這邊過來嘅 classes 嘅。哦，我明明考慮 college 啊，考慮 college。我是有睇 English 嘅 class， 特別我唔是睇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我睇 English 是教我嘅more American 嘅 classmate 就係睇，所以我唔是你 ，because 我再講，唔是 ESL， 嚇唔是 ESL English class，English class 係條條睇嘅，無關都是阿毛。嚇。So just like 特別係咧 ，ESL 是間了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嘅，係你我免睇，所以我未記講伊嘅分是就這啦。特別我會記我貴係咧，所以就我免睇，係 English is a second language class。平常咧，係你我唔知，特別未記是個600是800，我會記隻 number， 然後我會記我睇，我會記我去驗我嘅 result 是伊寄來嘛。寄來我厝，然後我去開 result 時，我真正報告我免睇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嘅 class，because 你條學嘅類嘛，所以我咪是咁話，為咗咪了類，你講咩行？Got second cert from MOE for 111，I just found all the 除掉你 cert 啊！拜清你寄書我咩？你看你個妹妹我個拜清你寄書我咩？冇啦，我今日是咪講我看到阿龍擺架伊個實擺架咧？你要請伊叫你 organize 物件？啦，我啊，那是咪全到啲 SPM 唔知個我間了最個了咧。拖更嚟講，伊是變咗個 Marie Kondo 嚟。阿龍是擺特別嚇，個了係特別嚇 ，frame 嘅。我諗住包咧。阿韓看你。包下 normal 啦，真 normal。就 normal 我冇門啊，電話度。未有錄 blur background 是哈，你係我呢邊嚟啊？但係你係我呢邊。OK， 然後即個咧就係行書，愛聽微微我行書啊，咪行，微微我真係咪行書本來定。行書啊，行書是安怎下？就是講行書學別人嘛，對。So 上個我人做 blogger 誒，就是行書學別人嘅嘛。So 嘛是 competitive 咯。你當應該做 blogger。我冇做 blog，特別我做 video 啦嘛 ，reels 啊，video content 啊嘛。所以你是講 content creator 嘅 competition 你是講？嚇，你嘛是行書嘅。啊，
不是驚輸的嘛。你就就是會去看別人，別你做了啥物，了安尼看咯。I think 本是真濟人啦，會去看你嘅對手嘅 competitor 嘅即個 content，then 你家己你家己個再調你家己嘅 content 咯，安尼看咯。แล้ว講到對較要緊嘅 competition 就是講，當今別如是。我等陣 before 你講到啲你係時，我做會最簡單嘅物件。但是講你買 iPhone 咧，你頭一節冇彈嚟講，你個愛買。你特別買頭一節了，你特別頭一節安怎？就使買清就排覺得。你買成個就使呢，但係伊但是頭一節冇買到，伊幹嘛買買？你話呢？我安尼看我個無喎，特別你係頭一節冇買彈，你會成個心裏面別笑。會啦。好 ，OK，咁你我揾會。會啦，แล้ว我就是特別你講 iPhone 呀。哈。iPhone 我訂去咗咯。哇，驚死啊咯啦！頭一節彈啊，你唔是頭一節彈啊？冇啊，我12號才有趁價。哎呦，那是就使來買嗰度咁樣石手買。誒，等陣見on講550 above no need 嘢。哦，對 ，maybe 是600，I think 我是貴600。我記住 number round number 是 minimum 是550啊。I think 我是睇你貴啊600，你就 maintain 咧，係實個事。等陣我係未做晒，แล้ว大家伊 order 咧，嗱講 pre order 咧，伊無頭一日彈咧，伊就賣咧咩？同我講啊！呀，冇理由。伊是 ultra 假數啊，這是。哦。阿 John 嘛是無講只件數，你12點幾個來去嘅，你唔是佢嚟開對，開店啦。對，我是無假數，甲講我特別頭一個人彈咧，但話我就下一日啦，妹冇要緊，下一日裏面我特別。喲，安尼看我而家是輸甲遠哦，我12號喎，安尼節日啊，你看等陣就使噶，我就啲介紹俾你看。誒，特別你是買咩色？你買幾個 orange 嘅？我買 orange。Cosmic orange。我驚輸啊！我係可能仔講我用 iPhone。orange 是係香港嘅三八湯食嘅啫。Yeah， 伊那個講是下面咧就帶 D 嘅食。對，帶 SD 嘅。攞是 MS orange 係咯，嘅 MS 食嚟，OK。我跟你講，我就是條街買 orange 食嘅，安尼我都夾出去啊！可能我哇，這個是新嘅喎，你講咧。我咁我邊你明年是變舊嘅喎？你明年嚟講冇換，講冇實當年換，講你明年是舊嘅定換？你說人學啲就一直舊定換。是咯，就所以特年就會被夾數啊！所以我特年我啲換咯，我先晒14啊，到馬路特年啲換咗。14啊，我唔知先貴。就晒。我同你講舊年食喺大店，你乜都冇時間你食嘅啦 ，because 係新嘅食數冇法，你邊新嘅食冇時間就先。冇。哇！誒，做咩事？你 because 你做咩可能在講你係新嘅 phone 啊？是啦。哎呦！冇人在講唔在講用舊新嘅嘛？我冇啊，大年買白，我買大電腦。我這 phone 是大電腦嘅嘛？是啦，我大電腦嘛。特別我見你買白，我買白對。你買白對啊？伊金色上加人，我看到死特特人。是 Andy Brand 個啱路嘛？哎呦，咁是啊，冇，我都冇上加人。伊 normally 人是有買 case 嘅，แล้ว你 case 實掉嚟講，伊淡薄嘅金色唔要緊。伊貴嘅風金色，恁知我用風無用 case 嘛？所以伊只卡，伊上金啊，貴大地呢，金嘅呢，我未，我上加人我未，未必要留啊，嚇。我個想講哦，哇！安尼款嘅食啊，嗬，就只係 orange 啊，แล้ว人家看到一直看到，喲 iPhone 咧。我冇 miss 個人看到啊，哎呦 iPhone，因為啊，你睇 miss 喎。拍槍都啊，唔是拍槍本啊！因為我用 phone 就係借數，所以我冇愛上啊！我用條 phone 嘅時候，買上講會，怎講啊？
即係能 distract 人，哈，我 because 我出去時，我出去用 phone 時，我是翕物件咪，人來時哎呀，你 miss 電話，我買，我只是想當做我成日用電話的嘢，你咪就係講我用下面 model 電話。特別有陣時，冇驚輸咯。係你我冇驚，我驚輸是驚講我冇頭一日睇。係你我驚輸冇頭一日。你講我而家是輸個就會啊。特別要緊，你冇驚，你冇插來，你冇驚就唔要緊啊。你驚對你有驚嘅人，你咪就使看。有驚嘅人是只要緊嘅就我講我 set 內 alarm 啊，就幾時，然後我就幾7點啊，我內。我實在諗，自己6:49分，自己6:50分就滯哦。你一舊位人講，但是講話6:59分冇車，你叫我哈，但是你車。你有時，我就車起來啊 ，prepare，然後我個 backup 誒，我 computer log in 條 account，咁樣好時佢 standby，然後我 phone，特別 phone 時間快咯，我都 phone。我嘛是安尼款做，我同你講嗬，我8點嘛，我人一邊8點嘛，對8點那時我嗬，我個丟身掉都知哦，同學自修。哎，等一下哈，OK， 你們去休息一下5分鐘過後回來。你好，安尼快冇維護啊？冇 ，OK， 特別一出來嘅點聲是12號。That means，特別唔在馬來西亞。哦，你唔是 first batch 啊，你 second batch 啊，12號。呀，哎呦，拍攝哦，特別我8點喎。你8點你接就冇啊！特別馬來西亞，特別你唔是到啲，你是到 Apple website 俾下阿龍，阿面阿比話話。我到 Apple website 喎。maybe Apple website 佢了 first batch 乜是接幾號？8點半嗰個 first batch 咗。哦。係咩 ？maybe 是你俾 configuration，你俾什麼512 256 啊 ？maybe 256佢最難俾啦，你俾512佢你頭一日行過。哦，也超級快嘅。你講咩？你就你對係 self 嘅咧 ，KTRX 嘅ตัวท่าน嘅對啊。啊，哪一間咯？我就比如嗱是未叫咯。成個話咯 ，US 咯，我就7點1，我就 refresh แล้วจะว่าbecause ตอนนี้ absorb ไป所以 absorb เลยตัวเนี่ย for squid 哈 zip 起 for squid zip 起我就佢做佢就7點鐘人做我就 zip 教時我就 order 咧是呢度點聲就是shipping 嘅 date 就是25號啊，就哦你有冇看 pick up in store 嗰19號嘅喎我講 OK 我去 pick up in store 你有冇想maybe 是我嘅 color 啊 maybe ยัง produce 較少白色ยัง produce 較濟金色我講冇我話金色你話我金色結果看依個 shipping 係19咯咁冇喎你有講話藍色咁冇我到啲白色有 pick up in store 19號maybe 嘢 pick up in store 甲有19號咯少maybe 一做晒嘅呢做晒嘅是 send 嚟嘅咩19號啊 pick up 咯 pick up reseller 唔到 apple.com 我 send 嚟嘅就俾12號特別未講嘅話成嗱時啊你看啦航向卡扎嚟嚇航向卡扎嚟嚇有航向 Apple 時間咧又見啦嘅季節特別係季節時都對心肝咁嚟講係啦你食過啦樣伊個 case 出來啊嘛，就有人 online 訂，有啲燒掉，你知哦。然後我就媽媽去 Apple Store 咯 ，Apple Store 在Bangkok位，我見佢講，誒，攞物件來幫佢看者，因為我唔知講伊咪丟人做嘛，伊講來特別袂使你看。哦，伊袂 display 個，袂使 display。除非 chip 好你嘅，該會使。你因為伊把你就拉 silicon 嘅迄個 case 有金色嘛，你講。然後即咁一個嘢就係哦，即金色咖喱金色冇相食樣。哦，有俾細路看。哦，明白。啊，等陣我咪點聲句啊，我咪差唔多等陣啊。讓最人買單，咁樣去買下，人個幾那節呀，幾那節都。無談別單啊，然後你話我買你買時看到我人做老做時，人無人來，然後個南西嘅 chat，人要做嘅 chat 誒，我係你 link 到啲隻 show 嘅位，當佢 description 嚟看，呢是即係Google Doc 嘅 link，然後人佢係人嘅小影到啲邊。
當時係啦，小英嗰啲即 Google Doc 位咧，一貼就小英，但是咧係字呢啲字而啲做成品嘅小英嘅啦。I mean，伊字係嗰啲小英嘅，伊種愛係都是一條嘅小英呢，一條嘅小英 drop 入去，但是咧係字都成做字成，然後都加翕嘅小英嘅係入去。裏邊有 sample 啦，會使啊看。sample 啦，看伊即 sample 安怎？了，即是做啊，伊人南西為讓在別位去 organizing separately organize 被 in Hawaii，特別 long 嗰陣時被 base 本車，讓會使間到底拄着南西時計睇伊迄個人嘅電話咧，你家己會使另外訂。了嗰時我有好誒買咧車，嗰時是就請是。好啊。OK。event time 就會好咧，所以你說10月11號，咱特別甲了放置一個，即個 Google document 內面，咱放置去咯。actually 我會使下到啲，我會使做一個 website，唔知到啲邊啲學嘅你自執嘅 website，我會使下一個 link，互人去訂做車 link，แล้ว maybe 我下一個 link 去，แล้ว個人佚佗嘅啊，咱要做 activity 佚佗嘅嗬，咱會使去一個即係應該冇 support page 去嚇，都冇 support link 去。哦 ，maybe support link 是到這邊嘅。到啲 homepage 誒位置嚇，即係 support donate 嚇，當佢 donate 了時link，哎呦，是 donate link 派。等陣我嗰條QR code 嘛？QR code 特別 QR code 我本時 post 啲我人這邊㗎，喺你 check 我人嘅 house check 裏面有了我 post 啊。OK，唔係我 fix 咗個 website，because 我係即係 forwarding 嘅啲 page 啊。誒，這有派喎嚇，而執冇派喎。這 link 有派 ，because 我定住話 update 我 website 冇這冇派。OK， so 我去 update 你 donate link，so that 讓個會寄你extra donation 是往為，若是講會得到類，我人就南西就 organize 一個隨隻佚佗，就老咗嘅物件到啲迄個，唔是 bounce house 啊，唔是 bounce house。bounce house，我指下 house，我指嘅孫切回啊，伊成日是睡 bounce house，特別即唔是 bounce house。你 imagine 隻老古嘅咧，佢 bounce house 啦。佢頭字㗎了，佢頭字，我講兩個就睡，嗰度睡 ambulance 病到啲邊啊？邊啊？冇女 ambulance 叫成裝啲邊一單。所以讓那時講，我就留咗啦，讓個了來人，我就講我是留咗啊句名。然後南西人未講過人 separately 嘅講，人未用較早會做你物件，還是較晚人未講過嘛。所以人啲個 discuss 嘅話，實佢講，特別我再講，我人是6點到10點嗰啲所在，所以 between 6點到10點咧先 start 啊。OK， 咁8點 start 喺裏面 activity 嚇 OK 嚇，一隻啊冇包抄生，即係唔是包抄，所以名叫講隻啦，個幾隻圖喺裏面嘅，攞未拗嘅 OK， 你包抄是隻啊，其實出來嘅啦，伊嘢即係你撳彩啊出來嘅。OK， 感謝大家支持 ，sorry， 但是我冇機會講到讓嘅件事物件，maybe 快啫啦，講下別使講你件事物件係咩？我冇件事誒，你冇件事誒，我 feel 到你第件事誒，你特別件事冇人人看，先頭一個件來特別。冇啊，個人都看到，我咪想 share 互人看，你借啲頭一個。你是想要 share 互人，你唔是想講件事 ，OK。冇啊。賣清呢？賣清你件事係咩物件？冇講話我有件事。你冇件事啦，真猜啦，你招啦。我話件事 blogger 講啦咯，包咁啲你件事係咩？咁樣講未？讀 first shows。考察你件事。English 冇啦，唔是而且講成係 English 嘅。English 啊，南西咧？好笑。南西你件點樣都講咩啊？點樣都講一個嘛嚇？我講一個，特別你家己嘅，你講你家己嘅。我件事咧10年，是我去在我家幫我特別早起，應該嗬，冇得擺個半死啊！
因為是你換去哦，迄個白禮拜五個了，本是甲你下知面知了啊，了撞來撞去，加亂白啦，下面個了哦，了你背一去啊，樣個亂來，攞嚟練變三年練那種啊，了寫來寫去嘅，所以我根本吼我早去，10年我是早去嘅。早啊，甲7點半，迄個是假書，迄個假書掉。真誒，我是真正驚書出嚟。阿龍呢？阿龍，台灣你講到你真正驚書物件？我無驚書嘅。哦，你撇佢驚書。我是就 OK，尤其是當今是人講嘅物件，我無贊成嘅物件，本土話我唔是。老啊，特別細漢嘅時，你有想看，係咪有時有想驚書係咪物件？本是無。我唔捌拄過講我有人有這個物件，我本愛。可是。關掉去排隊。你 camera 真水咧！你 camera 是唔是你 MacBook Pro 嘅 camera 嚟當用嘅？是咯，幾水哦！幾水哦！我覺得佢名真水咯。佢名你開，你一定要淡薄拍關，你一定要開成個拍起來呢。我刷嘅時候，一直到調我嘅佢嘅 angle 啊。伊叫做 center stage，特別你一定要將我拍開，你一定要淡薄成個你你一定要拍起來開係咩嚟？你到底我咪開啊？還是你電話？咪你電話照到裏邊淡薄攰攰呢？你我電話你這邊。我特晚都下掉卡嘅時，一拍就嗱，你可能是一拍冇啦，都路面嘅。我特晚都下卡我，呢時好啲，你看到呢邊晒攰攰咁喎呢？攰啊！OK，感謝各位聽眾支持，了看咩去買單 OK，攞網單咧免歹勢，唔捌就來限時就捌咧，攞拄到安尼一聽咧一年嘅聲吼，當看到見面是真歡喜嘅事呢。咁唔知等個就一年，能夠安尼款嘅機會就一下。感謝各位支持，會記去買單無買單嘅人，你驚輸嘅時候聽隻 episode 一對心肝，拜。哎呦，死唔真係等咯，等陣我看看。我準備先咯。我俾我就自己講嘅等陣OK，我叫我聲笨笨 ，OK， 看已經是俾，我即係俾啥物事？頂個禮拜俾幾看，冇看，比如說到這邊但係咩電話電必買邊好見到看實時集咧，這邊邊看係咧電話電聽伊看第一集正嘅係得落意思個頭條咯，拜。